颱風愛倫集結喺香港之東南約120海里，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8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喺今晚11時將會有一高潮，預料潮水將高達3米左右，因此近海低洼地帶可能有水浸現象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鎖緊，若有可能，在窗門背後加上橫楯，將膠紙條貼喺當風嘅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，亦都可以減少損失。請將汽車停放喺最安全嘅地方。光管招牌物主請注意，而家應該作出安排，截斷光管招牌嘅電源。喺下午4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北緯20.8度、北緯20.8度、東經115.5度附近，東經115.5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報導完畢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喺下午6時15分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，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時仍然懸掛。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時仍然懸掛，表示預料本港平均風力時速超過33海里。喺下午6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香港之東南約100海里，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8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今晚11時，預料潮水將高達3米以上，因此近海低洼地帶可能有水浸現象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緊鎖，若有可能，請在窗門背後加上橫楯，將膠紙條貼在當風嘅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，亦都可以減少損失。光管招牌物主請注意，而家應該作出安排，截斷光管招牌嘅電源。喺下午6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北緯21.0度、北緯21.0度、東經115.3度附近，東經115.3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報導完畢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喺下午7時15分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，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。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，表示預料本港平均風力時速超過33海里。喺下午7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香港之東南約90海里，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8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喺過去1小時內，橫瀾島最高陣風為47海里。如颱風愛倫繼續循現時嘅途徑移動，將於黎明時候最接近本港。夜間預料將改吹東北風，先前未受北風影響嘅地方將會受風吹襲。海水將於半夜時間高達3米以上，因此近海低洼地帶可能有水浸現象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緊鎖，若有可能，請在門窗背後加上橫楯，將膠紙條貼在當風嘅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，亦都可以減少損失。喺下午7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北緯21.1度、北緯21.1度、東經115.2度附近，東經115.2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報導完畢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喺下午8時15分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，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。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，表示預料本港平均風力時速超過33海里。喺下午8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香港之東南約80海里，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8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過去1小時內，橫瀾島最高陣風為61海里，大老山則為52海里。如颱風愛倫繼續循現時嘅途徑移動，將於明晨在30海里處掠過本港。夜間預料將吹東北風，先前未受北風影響嘅地方將會受猛烈強風吹襲。
正常潮水漲定時間為今晚11時左右。海水現時較正常高出半米，並且繼續上漲。預料海水將高達3米以上，因此近海低洼地帶可能有水浸現象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鎖緊，若有可能，請在門窗背後加上橫楯，將膠紙條貼在當風嘅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，亦都可以減少損失。喺下午8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北緯21.3度、北緯21.3度、東經115.0度附近，東經115.0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報導完畢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喺下午9時15分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，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。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，表示預料本港平均風力時速超過33海里。喺下午9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香港之東南約75海里，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8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橫瀾島過去1小時內平均風速為43海里，最高陣風為67海里。如颱風愛倫繼續循現時嘅途徑移動，將在30海里處掠過本港。夜間預料將吹東北風，先前未受北風影響嘅地方將會受猛烈嘅強風吹襲。正常潮水漲定時間為今晚11點鐘左右。海水現時較正常高出半米，並且繼續上漲。預料潮水將高達3米以上，因此近海低洼地帶可能有水浸現象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鎖緊，若有可能，請在門窗背後加上橫楯，將膠紙條貼在當風嘅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，亦都可以減少損失。喺下午9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北緯21.3度、北緯21.3度、東經115.0度附近，東經115.0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報導完畢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喺下午10時15分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，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。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，表示預料本港平均風力時速超過33海里。喺下午10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香港之東南約65海里，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8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橫瀾島過去1小時內平均風速為47海里，最高陣風則為71海里。如颱風愛倫繼續循現時嘅途徑移動，將會喺30海里處掠過本港。夜間預料吹東北風，先前未受北風影響嘅地方將會受猛烈嘅強風吹襲。正常潮水漲定時間為今晚11點鐘左右。海水現時較正常高出半米，並且繼續上漲。預料潮水將高達3米以上，因此近海低洼地帶可能有水浸現象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鎖緊，若有可能，請在門窗背後加上橫楯，將膠紙條貼在當風嘅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，亦都可以減少損失。喺可能情況下，請安排返家或至安全地方。喺下午10時，颱風愛倫集結喺北緯21.5度、北緯21.5度、東經114.9度附近，東經114.9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報導完畢。